哇，还有谁没有拍到的？难得可以操练歌王，怎么可以放过这个机会呢？1、2、3。李友王，今年的金曲国语歌王，心情如何？还是很那个蛮恍神的，因为那个揭开那一瞬间，好像有得没得，就是两个平行宇宙这样子，两种状况都想过很多次。得奖后，等一下一定要做的事。等一下，这个喝一点酒。那这次啊，就是请说。跟很多一起人入围，然后最后脱颖而出嘛，那你自己什么想法？想法就很幸运啊，真的很感谢。我想到了，刚刚有没有漏掉感谢什么？漏掉感谢评审，感谢金曲奖，给我这个机会，就是让我音乐给更多人听。因为我的音乐其实真的也是比较牢骚，比较个人。那谢了。有没有等一下最期待哪位女歌手在你的旁边？等一下，因为会合照的。我希望孙盛熙，我觉得他很棒。就是他。所以蔡依林不行吗？蔡依林对我来讲是这个，就是上个世代的超级大明星，所以高攀不起。